小教你学说温州话。白小过年无国语九五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鱼吃得饱登登，如果是白小过上网，无语九五长嘛有味道。叮叮当落嘞，看白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噔噔多落嘞，吃白小那落嘞，无语九五那落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一课情景对话，温州欢迎你。白小过年无国语九五，第一课人将待吾语九许让你。您好，请进。你好，村长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第二次错你吧。我们欢迎您。我来许让你。谢谢你们。热你嘞。有空再来玩。有空再来试。再见。再来。您好，我们来了。你好，我来找来吧。欢迎你们。语九许让你嘞。您好，认识您很高兴。你好，生意靠喜。欢迎你到温州来。许让你找语九嘞。请问您贵姓？谁望你谁望你？别客气，我姓诸葛。下次我姓子贵。你们温州是个好地方。你的语九是个好地方。以前来过我们温州吗？对温州找过我们的语九吧没有？没有来过，声名在外呀。那找过，门生吃都西的啊。请上出租车。车上去推车。对不起，我先去提行李。到时我在海里摆的戏。快点儿，他们在等我们吃晚饭。就讲给你当我们的茶叙。酒席的菜真丰盛，生螃蟹太好吃了。酒猪排都西多，哇塞，长吃说。明天早饭自己吃，中午一起吃。没家听过日吃，你就周五吃。后天我们回家。后年我来在街。别客气，再见。下次再来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鱼吃得饱登登，如果是白小过上网，无语九五长嘛有味道。叮叮当落嘞，看白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噔噔多落嘞，吃白小那落嘞，无语九五那落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二课情景对话数字。白小过年无国语九五，第五课人将待吾数字。你家几个人你屋里几个人？5个人，2个男的，3个女的。 ？5个人，2个男的，3个女的。你爸爸70来岁了吧？你还把菜肉是不？我妈妈68岁。俺妈老不是。儿子上大学1年级。都大5年级。大学4年制的。大5 4年制的。他的手机号码是135开头的。这个小子么子135开头的。我的手机号码是246开头的。我个小子么子246开头的。电话号码没有变。电话没闹变。电话增加到8位数了。电话掌握到8位数吧。每月工资有3200多。每月工资要3200多嘞。房租半年要6000元。我这半年加6000的。2人合租1个月只用500元。2个人投资1个月是200的。水电费要200多。水电费加200多嘞。我的电脑价格是14000元。我的电脑估计是马斯发的。内存有多少兆？内存要给你钱。新买个 U 盘内存4兆。上买个要盘内存4节。价格只有140元。估计只要140元的。购物满700回赠200。满满是才8，多提200。还是打8折合算。
还是得不及回收。请问有几个人用餐？什么要几个人吃啊？包厢可以坐10个人。包间还有2个人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鱼吃得饱登登，如若是把下过上网，无语就真嘛好，有味道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等等到罗嘞，吃把下那罗嘞，无语就那罗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3课情景对话时间。白下过年5个月9第3课，人将带我自家。今天上午我上课，今天听过5课。中午在食堂吃饭，你就学这一道来吃。下午自习，不呢是我。晚上看电视，去吃电视。夜间很安静，夜里也戏。傍晚马路上很热闹，去到家里弄你戏。后天是星期天，后呢是礼拜呢。昨天早晨下雨，瑞听过落雨。你好，你来几天了？你再来几天吧？我是星期1来的，已经2、3天了。我礼拜1找那个要来3年吧？那是4月6号第一次来吧？还是4月6号头批上来吧？不，前年来过，是6、7月份。不是，今年上来8月是3月份。告诉你这几天的安排好吗？可以过给今年预吧，岳家夫。中午请你吃中饭，下午参观。你就吃一吃内酒，不能串剧。晚上看演出。去吃一曲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岳家谢谢你。明天后天另外安排。忙叫你结果。这样很好，大后天我们回家。那是，到你我来这改。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？你的要你也要可以提出。你们的安排我们很满意。你的预吧，你们也喜满意。那就早点休息吧。还有早点去吧。明天见。明天见了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鱼吃得饱登登，如若是把下过上网，无语就真嘛好，有味道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等等到罗嘞，吃把下那罗嘞，无语就那罗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4课情景对话天气。把下过年5个月9第4课，人将带我提示。今天晴天，今天天晴，明天下雨，明天落雨，后天阴道多云，后年阳的多云。冬天浙南不冷，冬天最暖不热，夏天也不太热，落雨天不多热。这样的气候真好。冷的天气真好。天气好，我们出去旅游。天气好，我们再去旅游。下雪看雪景也很好。落雪吃雪浆还行。今天天气真好。今天天气真好。是呀，温州四季如春。是呢，宇宙4句是穷。刚刚还是晴天，怎么一下子就下雨了？上风天上的，只太我就落吧。是小雨，还好没打雷刮风。这晒雨，不好那起来点红。天上出彩虹了，真好看。天气要好，真好吃。是呀，像绸缎一样。是的，还比较对些。今天冷，路上都结冰了。今天热，路里有结冰子。明天更冷，听说要下雪。明天往家里听过了落雪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出去吗？能知吧？你要再去啊？台风来了，要去单位抗台。在台风吧，要到大屋里扩台。外面乒乒乓乓的，怎么了？
俺们特别些就你呀，下冰雹了。落来不是吧？浙南几乎年年有台风，这南吵到年年的台风，抗灾救灾，保证安全。可灾叫灾，保证雨雨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姨吃的饱登登，如果是把下过上网，我与酒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落嘞，看白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等等多落嘞，吃把下那落嘞，我与酒那落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5课情景对话家庭。把下过年我国与酒等口，人将待我固定。你家有几口人？你屋里有几个人？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弟弟。阿爸、阿妈、阿姑和阿弟。你爱人家呢？你哪有屋里呢？她有2个姐妹。给要来姊妹。儿子几岁了？生几岁吧？比女儿小。被男婿。女儿出嫁了吗？男还学罢没有？女婿在大学教书。男婿学大学过师。生小孩了吧？没生了吧没有？是个女儿。是个男。现在实行计划生育。人家在执法山有。独生子女一朵花。独生子女一朵花。岳母岳父和小孩子住一。今年将来可买一栋。他爱人工作忙。给乐于工作忙。你们家是个大家庭吧？你的屋里都马上吧？父母健在，女儿出嫁了。那把我死了，男的还学吧？儿子读高中。读高中。女儿在外地打工。男学外地打工。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。啥月该过得做日去。春节时候全家才能团聚。过年人家雨过上头雨。愿你们全家早日团聚。愿你的雨过早在头日。也祝你们全家幸福。祝你的雨过安福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姨吃的饱登登，如果是把下过上网，我与酒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落嘞，看白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等等多落嘞，吃把下那落嘞，我与酒那落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6课情景对话医院。把下过年我国与酒第6课人将待我医院。医院在哪里？医院在多。坐6路公交车到底。坐6路公交车到底。挂内科还是外科？挂内科还是外科？填好病历卡去分号室。病历卡的是写在方案上。你哪里不舒服？你有多少钱卡？头晕，全身发抖，是感冒了。都用遇上火刀是怕气了。你膝盖上怎么有个红红的包？人家看到知道个红包。昨天赶时间拼命跑，摔倒了。所以给自家拍门人来得吧。这是处方，拿到药房去。但是家伙都压过来去。先划价再交费。先算算钞票，再过钞票。你面黄肌瘦了，要去医院看看。你知道那个啥哇？要到医院里吃一吃。这几天病了，发烧很难受。这2天本事吧，身体能拿过血。你爷爷身体好些了吗？你阿姨太干好吧？痊愈了，已经出院了。愈合吧呢？去愈吧。他们是来健康体检的。这里是找来健康体检。先检查视力。视力检查先。再去 X 光透视。再找 X 光透视。医生，B超室在哪里？医生
被解释谁多啊？2楼第1间。5楼第1家。在消化道门诊部隔壁。是协会的门诊部隔壁。他没有病，不用吃药。你脑病服药吃呀？加强锻炼就行了。对了，有药家吧？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姨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下锅上网，我与酒长马杨梅的。叮叮当落嘞，看白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等等多落嘞，吃白下那落嘞，我与酒那落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7课情景对话节日。白下过年我国与酒的菜苦，人将待物即在。温州的气候四季如春，与这个伺候4句是穷。夏天也不热，落雨天阿不热，就是夏天和秋天有时候有台风。有时5天或9天要那个带红字。冬天这里不大下雪，冬天给2年落雪些。端午节你有去看划龙舟吗？中节你要到周联吧？中秋的月亮真圆。不女在女国张雨。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，暖和之后被过解释。有些人不适应，要你能不适应，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子，特别是老人和妹妹，要加强锻炼身体，加估计锻炼身体。住久了就习惯了。自己叫我无法再改出。我感到和家里一样。我国家过学务了一些。今年春节不回家，今年过年负责改。元宵节过了再走。有些节过以后再走。你们老家过端午节吗？你来了过中秋吧？很热闹的，有吃粽子、划龙舟。我你西的要吃粽和鲢鱼。中秋节大家吃月饼。不女人大姑娘吃月饼。讨个口彩，全家团圆。过个彩头，鱼过团圆。现在清明节也有放假了，那个清明节还要活过吧？我们想清明前后扫墓去。那些清明节以后找遗忘。七夕是中国人的情人节。3月菜是中国的人上节。是呀，牛郎织女相会。是些熬罗织女戏外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姨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下锅上网，我与酒长马杨梅的。叮叮当落嘞，看白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等等多落嘞，吃白下那落嘞，我与酒那落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8课情景对话吃饭。白下过年我国与酒的播客人将待我吃吧。大家过来吃早饭。大姑娘早来吃甜瓜。这是稀饭和油条。该是酒可要炸锅。中午吃炒年糕。你就吃错个。还有清蒸桂花鱼。还有承担菊花鱼。晚上我烧饭。还需5只吧。我家是太太烧菜。我屋里是老鱼蟹派。夜宵我经常到店里吃。夜子我在城南在店里吃。家里吃合自己的口味。学屋里吃合自己的口味。这个煤气灶是新的。这个煤气灶是新的。是管道煤气吧？是管道煤气。铁锅好用。铁锅越烧。那是竹筷子。还该是就会贼。
吃牛排要用刀和叉，吃牛排要用刀和叉。勺碗是景德镇瓷器。碟盖鱼是江北镇的瓷器。今天请你们到我的家里吃饭。今天请你来咱屋里吃饭。好啊，谢谢你热情招待。小姐是让你来当客吃。中饭就吃些温州家常菜。你就又吃了鱼酒的派。行行，温州菜有特色。小姐，鱼酒派要得些。这是生盘菜，是温州特产。该是不新鲜，又是鱼酒要的。鸭舌味道不错，多吃点儿。阿江没得害，都吃了。有机会到你们老家吃川菜。要之外找你来过吃。